讲。各位观众，万福延安。因为后边爱老太起个报告，因为精彩嘅节目内容啊，让爱讲话怪上怪调。哦，也系因为啊，一部系动好看嘅历史剧、古装剧，佢在做一件风霜，有一件哥哥，哎，你也讲起唔系强样哦，一下变做冯太后，一下变做闺女，哦，一下二条嗰个二嘞是艰苦了，也嚟去谈看啦，就对了。哎，你头哥，他今日就会好冇啦，上台都見白嘴槍乜嘅樣嘅啊！哎呀，呀，全部都係怪我姑娘。啊，按叫我見肯定係哦，我一看乜個電視嘅連續劇啊。按叫我味道緊乜嘅後宮甄嬛傳啊，一心接一心呢。哦，看到錄到嚟嗬，肩部哦冇水好。哈，按樣講，人姑娘，你係標準嘅甄嬛迷哦。唔止我不用聽你哦，啊，我一屋太歲除了愛下傾向之外啊，其他人啊全部啊就本忙死你看到樣啊，開咗一個本宮，合咗一個啊臣妾，我都想無啦，啊，更唔似嗰幾個婦人家，啲個啊官員咧都心機啦，啊，冇就啊你有愛啦，我有啦，咁有乜好看的啦？丟心機咁樣嘅，老吳講，一出戲啊，好看就好看到丟心機啦，我騙你哦，嗱佢80歲嘅假娘嗬，看日戲看到比你下那款呢。用個佛講我是談過啦。按叫啊，你講啊假娘是愛家長，愛家短，鬼嘢笑眯眯嘅結歡喜嘅。哎呀，個老假娘嘅，難得咯做皇后啊，個年就好啦，防疫就好。高年是高年啦，唔講話嫁幹就唔聽嘅啊。人家個有乜好唔聽咯？佢本樣係皇后，佢技術係皇帝啊。皇帝有樣嘅呀，問題係假娘講出家係愛家，佢而家嘅皇帝唔就做就變賢咧？哦，小睇嘢。係啊，看到自己看到賣你就見怪眼哩。個算咗幾怪嘢嘛？佢咯？嘅反派人啲嘛？當然啲啊。個就啊，皇帝啊。按不了衰末嘅時間，要先萬人來服侍佢，嘅一種嘅習俗。係啊，嗱嫁幹就講嘅啊，唉，我糊裡糊塗啊，做小體嘅皇帝就算嘅啦，我連排嘅就唔是反過啦，因為按無雕嘅皇帝嘿。呀，老嫁講，你就見上嘅反派就錯嘅。係啊，唔過真嚟講嗬，我副卡看到最美嘅係你阿妹嘅。啊，佢阿妹唔知適合用眼神。你下看甄嬛傳，唔好聽做，佢看的是他。哎呦，也些人咧特別早熟啦，有乜解佢都唔知嘅呀，就前2日，幫我老公太媽，天日嗬，佢咁上面咳咳嘅呢。啊，佢見咗乜嘢咯？係咪驚把這個鬼死啦？佢罵就罵係咩？要驚乜嘅？哎呦，我傷到父母之間嘅感情啊！結果天日大做，就作為一族。佢澎湃做走呢，想要打擊阿妹，結果話阿妹一白嘴，差啲冇攞佢傾粉踢。啊，佢阿妹開咗講乜咯？阿妹一心夾爸就講嘅啦，哼，也啲巴結本強嘅嗬，無雕嘅人啊，結局就有一種影相。哎呦，有嘢老爸講法喲。夾爸是天都是，上去捅佢2巴掌哩，到一個時間，夾把爛電腦的。對嚇，擘開時間難爭阿妹賺啊！哎呀，我生意嚟愛教。啲人咧擘計啊，教育生意要方法嘅啊。阿妹也看起日文咧，用大天窗無效嘅啦。冇咁樣個啥咯？當時我就開嘴講嘅啊，我講蘇公公啊，年紀啊稀上身喲。我講蘇公公啊。啊，你係咪？假講咧，就係2手都一樣，我嫌唔嫌貴哦？我講這嘛該這啦！哎，你客家人講渣。啊，凊彩人啊！乜個其他啊？我係無想要做太監喎。哎呦，
做太监样的呀，你做苏公公嘅李天柱，也乜个神家么哈？本做太监去看油呢，你冇呀？那做咩呢？想做温太医哦，哎呦，有爱用嘅温太医哦。哎，好咸啊，咸到好气啊你啊！我讲苏公公啊，咋？佢唔识本宫，你唔可以勉強。今年人發現地步嘅蓬書縫到鐵片慢，我看中秋啊，送佢一個一衝縫，用日嘅血，然後蓬書全部染縫。哈，哎呀，就係有心了。嗱，我嘅糖啊都送佢一衝縫啊，嚇到當場就潰下去嘅咧，吼，乜個做走，連作當嘅碗盤全部差啲食香香。哦，真嘅有效啊！下來啊，就看本宮行一步，佢就停一步，做一支柱子，又一支柱子，佢曇花誒。呀，佢咁樣做強了。誒，就根本早晨啊，啊張康床啊，佢就當場跪下去，然後係請安呢。哈，做乜嘅就搶乜嘅喲。娘娘萬福，請用早膳。係唔係意思走咧？方才奴才見今日御膳房準備的火腿蛋極為新鮮，我私下揣想，娘娘若能搭配一點番邦進貢的一種奶製品，定是極好。如果娘娘喜歡，這才不辜負娘娘平日裡的疼愛。唔講緊乜嘅骨頭乜，我以為你見到頭毛啦。反正客家話就問誒，做就是那個火腿蛋三明治，而加氣死毛。哎呀，我唔講啦。哎呀，咬文超市哦，幾飛起嘅，我講哦，我講挨無提醒咯。誒，佢出去地邊度啊，專門人做嗰度啊，健健渣渣開來開去，好些咯。廿妹呀，冇俾搞壞你咯。健健渣渣有乜定講嘅呀？問題係我看出我冇甜分，唔對啊唔對啊。甜分？乜嘅甜分？就研究吼，我當我冇神腔，看出佢顯嗲嗲嘅，將我老佢滿腹嘅故事講出來，你了解冇？乜嘅意思咯？簡單來講啦，就前2日啊，我細姑留嘅家用人家，人家吼家用心口啊，超冇10分鐘哦。不過啊，經過我妹嘅改變創意，足足啊吼，演咗2點鐘呢。人講啊，上馬無娘做嘅突，面做嘅惡，內容精彩，一時咧就唔會輸本《甄嬛傳》。哎呦，佢出呢，啲個細姑嘅背後講嘅閒話。個事情又要冇學耐咯，當然愛學耐啊！為咗鼓勵我妹嘅繼續創作，啊，今天留嘅一戲啊，嗬，按嘅貼片有行頭嘅名嘅，人家係《後宮甄嬛傳》。嗰嘢乜意思咧？《婆媳甄嬛傳》。係啦，我唔講。結曲呢條哦，就細胞痛恨，講嘢廢話啦，冇事也事啦。連續劇嘅內容本來全部就係假啊，唔就係嗬，吃飽閒閒，上家盤下家，冇事也事嘅。重點係我妹嘅，唔但將會講，還講唔會聽呢。冇聽錯啊，還擺家嘅成就啊，我超過《甄嬛傳》嘅編劇哦，我一樣講唔同有冇？講個鬼下子，原來就像皮洋也妹。變做係電視劇嘅編劇嚟嘛？唔但止係編劇，還係啊，人人婀娜有名嘅大編劇。有名嘅編劇？見撥下咩哦？乜嘅樣相啊？乜嘅樣相？我講嘢講字啊，唔對人冇係期望哦，做下高頭嘅冇啊？你期望佢啊做文學家，做太文學。唔係講係看嘅啊，電視製作嗰度冇啦，嗰度全部變乜啦？變個露出師啦，一禮拜冇看哦，還接唔到。哦，嫌你冇創意啊？本來就冇創意啊，個下一場去做乜嘅啊？大家都睇得到。竟有想過去編劇調詩本團隊嘅冇？調詩本人都團隊。唔想啊，你樣嚟看下連續劇嘅呀？你講我看下看咧，唔多本團隊。嘅情節內容，你咪聽到下眼哦，強強會落體啦，下來唔就你唔係繼續看下去，唔過你見看見媽媽冇水準，我講個錯冇啊，人家啊嘅為咗滿足觀眾朋友啊，那都是個動情嘅一種虛榮心，對啊唔對啊？一本團隊嘅係唔簡單，連續劇睇一集睇一場，最中意嘅睇5主角，本通福演嘅太上難死嘅。
用我样啦？个天衣床就喊他欧巴哦，人姑娘啊最介意嘅天男主角，本去甲后兰水干死嘅，咩？咁样我有可能啊？有人团得到吗？唔係人睇得到。你讲一团唔到就一好看呢，像俺人全部都团唔到，俺难看的戏唔要看哦。嗌娘嗌乜嘅？冇法好講嘅嗬，故事啊，我留故事講到當精彩，也係有學問嘅呢。哼，千萬唔好看捱，還有俺妹，也仲有講故事天分嘅人冇哈。吓，你有冇講故事哦？唔但止會講，還講到特別好，一些嘅屁事些事情，再見過我一種災。保證本談到心肝度啊，七上八落，起錯唔吃，想唔談睇就做唔得咯。我同歐巴嘛，我講嚟試談看啦。有去過咬卡嘅地下停車場冇？有啊，佢就攞流動嘅共用一隻停車庫啊，對東岸一條白線咧，唔停兩片，幾停兩片啊。嘅對方啊，總係老茶嘅嗬，站到個拍線行啦，行係是入也入唔得，出也出唔來。今日到咬卡地下停車場嗬，展開一場茶味上爭戰。唉，cái停車格嘢多嘅事情，cái鬼路啊都係，有乜個睇不了啊？哦，故所講啊，你就無法做做編劇啦。乜意思？笨蛋啊，留大嘅成本嘛，已經啊，逐定水sản，拿定數事，當唔敢面哦，下來哦，洗茶嘅哦。唔過啊，我冇去懂嘢啊，就嫌幾下就講嘅啦。娘娘啊，一三更半夜，因為有一層暗瘡嘅出現啊。哦，原來係留當嘅狐狸精哦。唉，我講兩字，我要做乜嘅啦嚇？跟人就很下來洗茶咧，硬馬人做乜嘅啦？啲嘢嘛嘅啊，我冇去講嘅啊，一句話就唔上，就喺佢本茶洗走，有咩冇戲好看呢？啊，跟住啊，我諗研究小丑人就咁樣咯。乜嘢狐狸精啊？乜嘢狐狸精啊？啊，看兩字哦，真係一堆小事物咧。啱住佢炒到呀！講啊講啊，按拄好，蘇公公就過來排解咧。乜嘢？我梗係冇戲啊！唔咩唔啦，喺我太樓嘅經理，按拄好也相書啊，佢過來就講嘅呀。這兩位娘娘如此僵持不下，待老奴如何是好啊？你老鼠啊嗬，一部嘅整飯菜見到咧。跟劉當嘅三本嘛嗬，其實咧的確講唔錯嘅啦，唔過佢幫人媽都懂冇面子啊，堅持按我費事你呢，希望佢都唔可以洗茶呢。我，係咪？你話什麼講到咧啊？也就講到天嘅關鍵咯。到底係佢先洗茶嘅，我後費事你，也係我先費事你，佢後洗茶嘅咯。個結果是咧。結果冇結果啊，想一啲結果，下禮拜3點講。走啦！有冇啦？做乜嘅啦？你阿廖時書啲個屌人啊呀！我個下禮拜，跟住你下禮拜用個歌啊！再講我啊！你表演時間係慢歌哦。為到啊排解啊尷尬嘅場面，我就到個蘇公公嘅義工術講啊一句說話嘅。你講乜嘅咯？hem記啊，先老茶洗走，個本宮啊，我費事你冇，等下有化妝好好來講。那硬爭錯啦！一笨蛋啊，保持中立嘅個蘇公公啊，開眼後啊，態度軟下來啊，佢就開始嗬，其中係一片來了，太馬上啊，就係個三本嘛，老茶先洗走，個三本嘛，當唔係壓力啦，就乖乖老茶洗走咧，你就看眼當風神老茶死你屁咧！哦咧，我哋嘅風順嗌。唔查田河咧，我哪有費事你呢？費事你？唔講到天嘅關鍵呢，加嚴加時節啦。我老花講到聽唔明咪啦，我係費事你，哼！除非我請你講三隻詩，點倒過來寫。我點解唔談素養啊？哈！古所講啊，我到底係費事你嘅，亦係冇費事你呢？觀眾朋友，想一啲結果。下禮拜空隻時間繼續收看，你跳下，你講。蹲入，有樣啦。走啦。記唔好？啊，早就哪有講過誒，倘係講故事啊，保證人心肝肚七上八落。好，結講要把結講啊啦！我冇啊，天師機頭這個觀眾啊，我變天師了。首先啊，我先老蘇公公啊，曲強，排寫開記啊，3更半夜走1年。
沙等啊，我就看等流当的狐狸精，我就对佢讲咧，讲嘛该，见人就是矫情。破位啦！你听下，热讲讲。今日我老太自家讲嘅老姑娘语就是讲到啥就是手上，讲到沙丘，用的哈。改下讲嘛改啊？我讲今日我讲嘅就是讲到啥就是，唔做嘛啊？我懂掉嘞啦！做嘛都唔掉呢？我唱起歌讲到啥就是。拜托你，我咋个讲改只事啊？哪只事呢？就改只事啊！哦，啥啊？好嘞，唔好講啊！唔過你對呢只事係敏感咯。冇辦法，從細啊，係講我一聽到改只事啊，我是話到激動順跳，慢慢數過來，寒假連佢數過來。改上，我都已經聽到了。好啊，你安心啦，我一打冇，嘅東西哦，好，唔使驚，不要，冇，嘿嘿，好，我唔驚。唔過真嘅想唔到，佢啊仲要確實有樣係講到啥就是手上。喂，你係跳啊？排泄，我唔係調水啦，我係想說解釋一個老姑娘你聽啊。講到就是手上，就會形容佢一種人哦。談到嗰隻事，就想到嗰東西，你給他順口傻講嘅樣嘅哦。你有嘛個好講嘅，冇意思。有意思，一句話呢就會牽話太自家冇真實過嘅東西哦，唔好輕踩心啊。有啲人嘅全靠自家嘅想象，冇嘅東西啊，還講到有數有腳哦。所以你嘅意思係講我全靠自家想象，冇嘅東西講到有數有腳。你都冇同情心呢？我係因為世世界本身嚇到，所以才會咁講啊。你看，你講嘅哦，你自家講出來咧。講嘛㗎？你講啊，因為你這時間不傻嚇到，你看自家講出來，一時咧都唔會講哦。我嘅講啥子？我以後咧，正經嘅，我講到啥呢？哈哈，我講到啥？好啊，其實唔是暗劇，我相信哦，東人讓你強用啊。講到啥就從談到洗手上強用，就因為安尼啊，就讓大家強用嘅經驗拿出來用，大家就做嚟體會一句話嘅意思啊。沒錯啦，個用為聽才講，該隻事呢？唔過幾隻事，我講哪隻？總得講譬如咩，比方講汽車你做嘛？我親拿咩東西啊？我啲牙面條線講緊兩隻事啦。乜嘅汽車你講汽車沒有汽車幹你做啦！觀眾朋友，我記得講到沙丘洗手上，拜拜。幹你啦，轉來啊！汽車招起來啦，幹你！講到啥就洗手上，講到啥就將談到啥，啲牙上好傻講嘅用嘅哦。先講到啊，疑神疑鬼，冇嘅東西很尊重有樣嘅，點到啊係一家嚇一家哦。雖然啊阿想親鬧啥，唔過啥係排泄出嘅吉祥物，係鬼出嘅意思哦。冇聽錯啊，對記者來講，講到啥就係富貴上。佢講到春殘歌，我想到乜嘅省咯？冇錯，
就係好談嘅作家生，加落去談看啦，想參考大人物嘅精彩嘅節目內容哦。講禮拜日，我食飽慳慳習慣時，看到草蜢老街嘅土狗兒叫做兩兄弟，鋪到天那下地旁線，街過旁天一沙一記一生氣，草蜢講：嘿，我哋南山，日後是佛踢一條大老虎。土狗講：我哋北山，日後是西踢九條大狐狸。草蜢講：我律律富士棒踢一衝百年大榕樹。土狗講：嗨，我一春腳啊，老五只山小踢變平地。草蜢講：釣魚就潮通螃蟹愛趕。土狗講：我不幹雞，天當背雞，天內走雞，好把手雞，錯地都跳雞，我做錢老記得挺規矩。一兩沙當當杜雞胖雞龜，突然間彈到震動片，哥啊哥，嚇到噗嚕嚕嚕背過來，一隻雞公跳檔又隻大雞雞，呢啲兩隻雞公又嘅惡魔嘅毒上了。老草蜢吞落肚屎氣，土狗兒一看不了壓，太馬雞公亦唔抵死。我講雞公啊，你不應該。啲南山是聽我嘅阿妹老阿舅，有啲北山甚聽我嘅姑姑老阿姨。你們來打探悶悶看，土狗兒唔明雞公也得幾件你要做法是你當愛，你把我絕對冇有你，你隻土狗兒一講日蹬蹬腳，木當當。惡西屎牙牙，必須白腳向前一腳，咪本雞公細睇戲。客家話有句老古諺語，四兩人講半斤話就係碰風啦。因為好兄弟土狗嘅老草蜢嘅，兩三家嘅三毛一兩重啊，講話都唔大個，真然係草蜢了解講，唔啲生事啊，莫怪會被路過嘅太監講。以後咬下去做點心，這才扛改啦！觀眾朋友，下禮拜我哋要帶嚟乜嘅精彩嘅節目內容咯，唔要聽錯當期待哦！無所我記得哦，下個禮拜同樣嘅時間準時收看，日頭下一講講。